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是24节气的白露。古早人讲白露水较毒鬼，意思就是讲，日咧白露这一天较会落雨。另外，咱嘛常常听人讲一枝草一点露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露乌露读第5条。这个露就是靠近土骹的水汽，暗时因为温度降低，会建造水柱啊，咱就讲当露水。另外，提炼过或者是生过的食品，咱嘛讲是露，像杏仁露、豆油露。表现出来，咱讲是显露、薄露；代志别空，咱讲事情败露。啊，若烫捌体，古早人讲是赤身露体。另外，特别小解古早一款酒，咱一般惯是读做红露酒，也毋过一寡台语老师认为讲应该都要读做红露酒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读做露水，意思就是透早的水汽。古早讲露水姻缘，意思是讲人偷食私通，毋是正式的。另外，食露水意思就是做贼、贪污食钱。另外，还有露水货，意思就是贼仔货。第二个词是一句俗谚语，咱讲一枝草一点露，意思就是天无绝人之路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一枝草一点露，意思就是天无绝人之路。人食脆水，鱼食露水。阿明做业务员，若是骨力够讲话，搁肯学，一定会成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露提供予大家参考。